從未試過食飯係咁開心咁好玩，成台人都唔識，坐埋一齊就笑到癲咗。隔離台個先生仲請我飲返杯。呢度可以體驗一啲平時你體驗唔到嘅嘢，仲可以一大班人開 party， 一日24小時望住個超靚海景。我想講去咁多次旅行，呢度俾我有種度假嘅感覺，每日充滿住開心、興奮同期待。冇錯，今次咧想帶大家同我一齊坐郵輪，睇下呢一隻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譜號有幾好玩。準備好啦嘛？準備同我一齊 See the world, live the life。大家早晨，想同大家咧一齊睇下我間房先嘅。咁呢度咧麻雀雖小，但五臟俱全。我咧係 book 咗海景露台房，有 sofa， 有2張床，最緊要咧就係有呢個靚靚露台。大家睇下我後面呢個景，哇，幾靚，可以望晒港九，超靚啊！呢個船。而家趁佢仲未開船，我仲可以喺呢度咧打卡影到香港呢個景。陣間開咗船就冇呢啲景噶啦。放好行李之後，即刻同大家睇下呢度有乜好玩。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，亦都係我自己最期待嘅項目，就係衝浪啦。依家排緊隊準備咧，陣間就係去滑水，好緊張，唔識滑第一次。冇錯，呢隻船上面咧竟然係可以玩滑浪㗎，而位置咧就喺16樓嘅甲板露天嗰個位。咁上去咧就成條人工滑水道出咗嚟㗎啦，畫面咧都幾震撼㗎。而最貼心嘅咧就係旁邊會全程有一個專業教練喺在旁指導啦，會教你點樣保護好自己同埋一啲基本嘅姿勢。而老師咧主要係講英文啦同普通話，而我好好彩啊，竟然遇到一個咧係識講廣東話嘅教練。嗰種嘅親切感咧，真係即刻翻晒嚟啊！咁如果大家咧好似我咁第一次玩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完全唔使驚，你可以一開頭咧跟住個教練咁講咧，趴喺度開始啦。咁等佢熟習之後咧，佢會一步一步教你點樣跪喺塊板上面噶。當然啦，作為新手嘅我，梗係唔係一滑就識啦，我都跌咗好多次，不過真係完全唔痛，所以咧大家放膽去試就得噶啦。試多幾次咧就可以好似我咁喺滑浪上面飛翔同埋跪喺度噶啦。你睇下我旁邊其實咧畫得幾好，仲擺晒 pose 添啊！佢哋真係好勁，你可以睇人表演都 OK 嘅。咁成個過程咧，其實大概就2分鐘左右啦。玩完之後咧，你可以再玩嘅，再排隊再玩過，真係非常之推薦大家玩，一啲都唔驚，好刺激。好玩，啱啱滑完浪，跟住就去洗咗個頭，跟住就去玩呢個飛行嗰個體驗。第二個想同大家介紹嘅呢，比衝浪更加誇張，就係竟然可以喺海入面跳傘啊！咁當然呢，就唔係直接跳落海啦，而係模擬翻 skydiving 嘅空中飛行體驗。咁呢個都幾好玩嘅。咁佢叫做 iFly 啦。你着好裝備之後呢，成個人呢係會俾強大嘅氣流托起嘅，有一種呢超人起飛嘅感覺。咁開始之前呢，導師係會好詳細咁同你教啦，有唔同嘅姿勢嘅。咁所以呢，無論大人定小朋友呢，你都可以放心參加。咁講真，我未飛之前呢，其實都有少少緊張嘅，但係都一離地嗰刻，哇！腦海入面啊，得返2個字，好正啊，係自由嘅感覺啊！跟住咧，同大家介紹一個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，而且我每日咧最少都會玩一次嘅，就係咧成隻船一齊跳舞開 party 啊！只要咧你打開 Royal Caribbean 個 app 咧，就會見到每日咧其實唔同嘅活動時間啦，幾時有得跳舞嘅，好似係3、4樓嘅粵音廳、5樓嘅270景觀廳同14樓嘅泳池甲板啦，全部咧都可以化身為一個大型嘅舞池嘅。最正嘅咧，仲係每日都有唔同嘅主題啦，好似有西部牛仔之夜啦、80年代 disco， 甚至有近年咧超級流行嘅無聲 disco 啊，而且咧工作人員超級投入啦，會帶住大家一齊跳啊！咁原本大家都互不相識嘅，但係咧跳咗2首之後咧，大家都好似熟絡咗好多，嗰個感覺咧好正，好熱鬧。
最搞笑嘅呢，就係啦，我夜晚返房之後呢，開電視發現，咦，原來我可以睇返我自己啱啱跳舞嘅片啊，真係好得意，同屋企人睇呢，真係好有紀念價值。跟住同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一啲手作活動啦。如果你想靜靜地嘅話呢，其實船上面呢係有好多文青活動噶，好似摺毛巾啊、摺紙啊、整禮物盒啊等等，全部呢都有工作人員一步一步教你嘅。咁雖然睇落啦好似好簡單啦，但係玩落呢又幾療癒噶。啱啱摺咗隻青蛙，似唔似啊？呢個孖潤腸，跟住兩隻眼。呢個係小手作，整咗一個 Merry Christmas box， 都幾靚啊 ！Merry Christmas。跟住同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呢個公眾 KTV， 佢係位於4樓嘅明星時刻。咁呢，通常呢都好多人排隊㗎，尤其係晚上嘅時段啦。咁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我喺食飯之前呢，就排隊落咗話我要唱乜嘢歌啦。點知咧，我食完飯之後呢，都仲未到我，仲要等到可能3-4個字先到我。咁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想唱嘅話呢，真係要預多少少時間去排隊啦。也許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記，只是不願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真心的知我仲記得在哪裡。一開頭其實我都有少少怕醜嘅，唔知台下嘅反應點㗎嘛。但係呢，哇！原來台下嗰啲船友真係超級俾面，又拍手啦，又歡呼啦，仲為我打氣添，嗰種感覺好開心，即時都覺得自己係真係明星時刻一樣啦。跟住咧就同大家講下每晚嘅表演。夜晚咧，我覺得呢隻郵輪咧簡直就好似一個百老匯一樣啦。位置就喺4樓嘅皇家劇院。呢度最誇張嘅咧係每晚嘅節目都唔一樣嘅喎。好似我咁啦，第一晚咧我睇咗嚟自烏克蘭嘅雙人雜技表演，兩位表演者嘅默契咧簡直就係神級啊！我哋全部人都不斷咁哇哇聲啊。跟住第二晚咧就係 Funny Bones 嘅無聲喜劇啦，都幾搞笑嘅，佢會同觀眾一齊互動嘅。跟住第4晚咧就去到 Godness 嘅演唱會，佢咧簡直係歌手實力超強啦，完全咧唔輸大型嘅演唱會啊！最震撼嘅咧就係第5晚嘅光譜奇合啦。呢一個表演咧，我覺得咧真係超乎咗我想象，佢係結合咗光影啦、音效啦、立體投影啦、視覺錯覺，咁樣再加埋咧無人機咧係會飛入嗰個劇場入面嘅。佢升起全部無人機，跟住喺我哋嘅頭頂上面飛啦，跟住仲有好多唔同嘅歌啦、聲啦、影畫啦、立體 3D 啦嗰啲咧，全部都做得好好啊！真係非常之精彩啊！佢好似一個迪士尼嘅舞台劇，大加咗好多特效，超正，必睇。跟住咧，想同大家講嘅係一啲集體遊戲，哇！我都係玩完先知咧，原來咧係有獎品㗎，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玩下。咁而我自己最推薦大家玩嘅咧，就係呢個2000年代香港流行曲估歌仔啊！咁最後咧，大家開估嘅時候咧，仲一齊大合唱咧，唱翻首歌出嚟，真係好玩，好開心。瞞住我太合襯。另外呢度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運動，好似籃球、劍擊、羽毛球、乒乓波、瑜伽、做 gym、沙壺球、攀石、碰碰車、足球、跑步，仲有老人家都啱玩嘅麻雀。呢度有大人嘅娛樂城，亦都有小朋友嘅娛樂城。仲有我好中意嘅按摩啊！佢用嗰嚿熱石咧喺度幫我按，真係好舒服，好 relax。另外咧亦都幫我按肩頸啦，真係一個好好嘅體驗，大家都可以嚟試下。睇咗咁多玩樂設施之後呢，就同大家講下呢度嘅餐廳啦。呢度最主要嘅2個免費餐廳呢，就係3、4樓嘅主餐廳同埋14樓嘅帆船自助餐廳。基本上呢，我哋1日3餐呢都喺呢2個地方度食噶啦。
主餐廳嘅晚餐咧係有固定座位同時間嘅，咁大家留意下自己張房卡啦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坐咩位同埋食幾點。而每日咧，我哋都係坐同一個位置嘅，所以坐你旁邊嘅鄰居咧都會係一樣。亦係因為咁，大家每日咧都會傾下偈，分享下隻船有咩好食，有咩好玩。由原本完全唔識啦，到咧隔離位叔叔請我飲翻杯，最後咧仲決定租車一齊去越南玩，真係好有人情味啊！喺度咧想再同你講多聲，多謝葉生，多謝三位。至於主餐廳嘅食物質素呢，我覺得係咁多間免費餐廳入面最高嘅。佢每日都有唔同嘅 menu 喺度呢，同大家講下我推薦邊幾樣啦。第一個推薦大家飲嘅呢，就係呢個苦瓜排骨湯。你咪以為佢好普通啊？佢個湯頭好清甜啦，苦瓜回甘，完全唔苦，飲完仲暖粒粒，好舒服添啊！跟住呢個呢，黑松露蘑菇 risotto， 佢一上台呢已經好大陣黑松露香味啊！而且每一啖嘅意大利飯呢，佢都吸晒忌廉汁，軟硬適中，好 creamy 啊！我成碟清晒啊！仲有法式焗蝸牛，連埋啲香草牛油一齊焗呢，超級香啊！好好食啊呢個，好香，勁多，不過好肥。之後呢，仲有鐵板大蝦，隻蝦勁大隻啦，肉質亦都好彈牙爽口，蒜蓉牛油味一流啊！仲有佢嘅海鮮沙律啦，你食落去啲生菜呢係索索聲好爽脆啦，同埋佢配埋啲麵包粒同埋佢嘅沙律醬呢，食落去呢係好新鮮啊！另外主餐廳咧仲有得食早餐嘅，不過其實我都淨係食過一次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咧要好早起身先有得食㗎，佢9點半就截單噶啦，所以咧建議大家咧都早啲去食，因為咧喺咁多間餐廳入面咧，佢嘅早餐係最好食嘅。好，依家即刻試下佢嘅湯先，佢嘅湯好似幾好飲，好濃咯。你見到佢係真係即刻打磨出嚟嘅西蘭花。呢個湯我幾中意啊！你係每一啖都食得出佢啊西蘭花喺入面，好飲啊呢個湯。同埋咧，佢仲落咗啲 cream cheese 喺入面，所以咧你攪勻佢之後咧，佢個忌廉味會更加濃啊！好味啊！呢個我中意啊！早餐先飲到咋，夜晚都冇。大家可以嗌呢一個試下喺主餐廳3樓嘅位置。好，跟住食我呢個最期待嘅法式吐司。我平時都好中意食呢個甜品㗎啦，但係今日變咗主菜咁食。其實佢我覺得咧係好似香港嘅西多士嘅呢個，佢個蛋漿係好輕嘅嗰種咯，同埋個麵包咧好鬆軟咯，食落去個口感係好唔錯。其實呢個好鬆軟好食，你睇下佢幾厚。呢度咧，如果你同幾個人一齊嚟食嘅話咧，可以試多幾款嘅，因為其實咧佢每一碟嘅份量咧就真係一個人嘅主食啦。因為如果你同多幾個，譬如5、6個屋企人一齊嚟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每樣都試到啦。西梅汁好好飲咯，佢聞落去已經有陣西梅香啦，跟住飲落去咧又係勁濃嘅西梅味咯，好正啊！大家記住咧，如果食早餐先至可以嚟到呢個主餐廳3樓咧，先有得飲呢個西梅汁。呢一個就 fail 啦，呢個咧應該係用水啊，跟住用粉沖出嚟嘅橙汁咯，呢個唔 OK。好，跟住試埋個甜品，蛋白酥，哇！佢吉落去嘅 texture 係好似棉花糖咁嘅喎，跟住佔少少下面嘅，唔係煉奶啊，佢係淡奶啊，喺佢個質地度啲。完全同我啱啱講嘅一樣啊！淡奶加呢個類似棉花糖質感嘅蛋白 ，OK 啊，幾好食嘅係。講完主餐廳就輪到帆船自助餐廳啦。呢度咧係唔會出現肚餓呢2隻字嘅，食物種類超級多。
咁佢咧有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食物啦，包括有豬手啊、燒鴨啊、奄列啊，仲有啲自己揀嘅意粉等等好多嘅。無論咧你嗰日係想食中餐定係想食西餐咧，都一定揾到一樣啱食嘅。咁仲有一個 point 咧好重要啊，住餐廳咧唔係時時都有得食噶，但係帆船餐廳嘅開放時間咧就長好多，亦都唔限時，肚餓咧隨時上嚟食就得噶啦，超級方便。呢啲人又有少少肚餓啦，有少少想食嘢，我哋不如去食啲乜 buffet 咯。呢一句真係由朝早跟住 keep buffet，呢個 buffet 真係一路由朝食到晚咯。呢度真係好多人，同埋你睇清楚佢時間咧，你就可以上嚟食噶啦。睇下咁大咯，唔多時間。同埋咧，如果呢度咧朝早嘅話咧，佢隔離係可以睇到海景。跟住呢間咧，真心推薦大家就係14樓嘅 pizza 店，因為佢係開到凌晨㗎，你玩到好夜啦，夜晚晚肚餓嘅話咧，上嚟就有得食㗎啦。佢個 pizza 咧係新鮮出爐啦，食落咧係熱辣辣，而且佢麵包嘅質地咧好軟熟啦，亦都好煙韌嘅。仲有啊，船上面唔同樓層咧都有啲小食站嘅，好似有熱狗、雪糕、點心呢啲咧，我覺得大家咧行開行埋去食就得噶啦。因為僅有一間咧喺你附近，你肚餓咧行入去攞幾個點心咧，咁就 fit 噶啦。終於嚟到成個 trip 咧食得最開心嘅一餐，就係呢間付費餐廳鐵板燒啦。我咧係 book 咗中午去食嘅，個環境咧好靚啦，因為中午嘅話咧仲可以望到出面個海景。由入去嗰刻開始咧，成個過程咧都非常之歡樂，成個餐廳咧都係充滿住笑聲啦、掌聲啦同埋歡呼聲嘅。個師傅啦會同你一齊玩遊戲啦，亦都有好多互動環節，仲會唱歌製造氣氛。成台人咧都嚟自唔同嘅地方啊，除咗有香港之外，我嗰台咧仲有嚟自中國、韓國、台灣嘅朋友，全部人都一樣啦，哈哈大笑，超開心啦，一齊大叫歡呼啦，又一齊玩咁樣啦，真係未試過食一餐飯咧係可以咁開心嘅。而呢度嘅食物質素咧亦都好好啊，我同媽咪咧係點咗牛扒、龍蝦、帶子，佢咧另外仲配埋炒飯嘅，咁所有嘅主菜咧，我覺得都好好食啦，冇一樣令到你失望嘅。而最後甜品我就點咗抹茶雪糕同埋香脆芝麻球，咁我個人覺得咧抹茶雪糕咧個口感非常之好啦。如果大家點甜品嘅話咧，可以點抹茶雪糕，芝麻球咧就比較普通啲啦。係啦，咁喺度咧講多次啦，如果大家真係上船嘅話咧，建議大家可以玩下食下呢個鐵板燒，真係好開心。如果你唔 book 咧，我驚你會後悔啊！仲有個驚喜位咧，就係最後嗰晚主餐廳嘅晚餐。喺食下嘅時候，平時 serve 開我哋嘅 waiter 啦，仲有廚師，竟然全部行晒出嚟，一齊跟住個音樂唱歌跳舞，成間餐廳咧好似變咗一個 party 咁啊！大家一齊跳一齊笑，你話邊度可以揾到一間餐廳係咁開心嘅？回顧呢幾日，我真係玩到唔捨得落船啊！啲人咧成日都話遊輪咧都淨係俾啲老人家先啱玩嘅啫嘛，咁悶。No no no， 我覺得咧無論係大人小朋友都一定會中意。喺呢度咧你可以體驗好多嘢，好耐冇試過咧有呢種咁開心嘅度假感覺啊！不過咧個 trip 仲未完㗎，落咗船之後咧我哋仲去咗2日嘅越南之旅啦，俾啲預告大家睇下先。仲有啊，我諗大家都好想知道郵輪點 book 先最抵，要注意啲乜嘢，所以嚟緊咧都會準備緊一條郵輪新手攻略，希望可以幫到第一次搭郵輪嘅大家。最後希望大家幫我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，仲有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下次我哋再一齊出海一齊癲啦，拜拜。